雄獅血濺長白山，取膽鋸掌極兇殘。呢啲殘缺不全、發出惡臭嘅骸骨，係一隻隻野生熊。除咗一隻罕見嘅棕熊，仲有一隻熊媽媽同3隻熊寶寶，全部中咗俗稱三步倒嘅劇毒橫屍山林，毒性毒到附近寸草不生。內地著名野生動物作家胡東林喺微博圖文並茂，話12號喺吉林省長白山睇到一幕幕震驚場面。佢睇現場就想象得到熊中毒之後點樣痛苦掙扎嘅情景。小熊碌咗60幾平方米，熊媽媽更加係不停搲樹樁同咬樹根。被毒死嘅熊仔四肢冇晒，熊膽被挖走，熊掌喺黑市一般賣到1200蚊人仔，而熊膽每克150蚊，殺一隻熊就賺到至少2萬。棕熊係國家1級保護動物，但係為咗錢，唔少人都變得麻木不仁。舊年就毒死2隻，今年就毒死5隻，出年要毒死幾多隻啊？胡東林呼籲當局要加強保護野生動物，迅速破案，斬斷黑手。